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喜乐，咱的好朋友欢迎咱来收听厝边隔壁这个福音广播节目是由真耶稣教会来制作播出。咱伫活命美娘的单元要继续来谈这个新约圣经的概论，咱已经来到使徒行传咱做伙来分享来学习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概论使徒行传是延续这个路加福音同一个作者啦伊就是咧讲主耶稣复活以后，伫升天以前这个40暝日和使徒做伙但因讲解神国的代志这个时阵主耶稣已经复活来成做灵体所以伊出入的时阵就无搁再受咱一般肉体的这个界限随时会当伫遮，嘛随时会当离遐。门徒看到的是主耶稣实实在在的这个体态所以是用灵体来做解说那像有肉体的外在，却是属灵的这个展现。当使徒因伫这个五旬节来领受主应许的圣灵以后，就是讲因得圣灵以后这是使徒行传第2章以后的记录因就勇敢为主耶稣做见证尤其彼得咧回答当时伊讲主耶稣出来这个工作甲传福音的这个过程有人听到就真插心就问这个使徒讲兄弟阮应该安怎行彼得得到圣灵了咱换一个人共款伊就是安尼讲讲恁就爱悔改奉主耶稣的名来受洗，得甲互恁的罪得到赦免。咱真耶稣教会就是拢根据圣经，所以咱的洗礼毋是这个点水嘛毋是讲浸窟真耶稣教会洗礼就是按照使徒行传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所留的这榜样，爱全身落水，爱有圣灵的人来施行全身落水爱低下头头爱压下这伫约翰福音19章30节讲的主耶稣死的形状圣灵见证，所以做伙落水的就是埋葬即对水淋起来那像复活同款所以甲主做伙埋葬，甲主耶稣做伙复活就来圣灵见证，成到神的后嗣和主耶稣做伙做后嗣这个好的结果就是讲会当来承受这个天国的产业啦。所以这段圣经真要紧，所以使徒行传会使讲是圣灵伫咧工作有足明显的神迹奇事甲神的能力同在甚至互三神的人会当悔改来归主的名，所以有人讲这个使徒行传佮称作圣灵的行传那中间所推展的这个工作用人物来代表来述说这个使徒彼得啦约翰的这个工作，并且对其他的工人嘛简单的这个记录啦只是讲12使徒中间嘛有几啊位无被提到的并不是讲无重要只是将这个人啦地啦各项圣工甲写落来其实若要安尼写搁较济也无够啦，写袂完啦所以约翰福音20章就讲主要所行的代志甲门徒所做的代志足济若要记录要写嘛写袂完啦只是中间摕一寡来记录起来你看就变做20几章安尼会通互咱人物众使徒甲当时的信徒安怎同心合意互相支援，伫圣灵的带领下面来共同建设属神真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咱讲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作者是路加伊是一个医生讲起来是外族人啦，但是一般来认为讲伊是伫特罗亚开始甲这个保罗这个福音的工作团队伫遐学习，所以这个人归主了后会使讲将伊本身的这个工课渐渐下咧虽然有医生的这个身份，但是伊更较要紧的就是讲要来跟对耶稣来传福音
伫即个写批信的时间差不多伫主后61年到63年中间啦写伫罗马。咱先来看讲《使徒行传》中间有关的人物比如讲12章第1节、第2节，即有咧讲即个希律王其实这是阿基帕一世，就是大希律的孙呐。伊出名的就是伊出现的时阵，圣经就安尼记讲伊杀害即个雅各也就是即个约翰的即个兄弟甚至搁掠彼得啦要一定要爱伊死安尼但是足奇妙就是天使却甲即个彼得救出家啦所以这是足无共款的所在希律掠了即个彼得就甲关伫监牢内底这12章的第4节有讲用4班的兵丁44毋就16来看守因为每班4个所以4班交替，每班4个，拜托诶，这毋得当做死人员共款真正伊是伫即个如偌济以后要甲提出来当着百姓来甲办理来甲审啦，就安尼彼得叫人关伫监牢内底结果足感谢主当时已经有信主诶人集合个咧亲像即个神诶教会共款为伊切来祈祷啦所以伫即个希律要甲彼得提出来争一暝彼得互用2条即个铁链捆锁捆伫2个兵丁中间看守的人嘛伫门外神迹奇事就显啊呢忽然间主的使者徛伫边啦规个厝内有光在烧天使就险即个彼得甲拍伊的即个鞋鞋甚至甲叫醒讲紧起来紧起来，迄个铁链就对伊的手就落去安尼天使甲讲束上大穿鞋伊就安尼做天使佫讲外衫披咧对我来彼得出来就跟对伊，但是伊毋知影天使是真诶假啦，只是当作看了异象共款过了第1站、第2站的这监牢这死刑犯的这个监牢嘛伊来到对面的迄个铁门遐门竟然甲你开开啦哇感谢主所以因就出来行过一条街天使就离开因去了这彼得就是安尼叫人救出来啦11节咧讲彼得这个时阵就醒悟过来伊讲我即马真知影主找伊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啦所以这是犹太百姓一起所仰望的啦12节伊想会了就往迄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伊老母玛利亚的厝内去伫遐足侪人聚集祈祷彼得就敲门有一个司理叫做罗大，伊就出来探听到彼得的声欢喜甲袂顾得开门就走去甲证人讲彼得徛伫门口呢其实彼得因对因来讲是叫人关家嘛人就讲你起笑这司理极力的讲真的啦真的啦，我真正是看到伊啦或者是伊的天使彼得无煞这个叩门因就在开门看到讲伊真正平安出来彼得就举手叫因莫出声啦就来见证讲主安怎带出家，又搁将这个代志甲雅各讲互众教会就安尼拢出去往别个所在去，就大家四散去到天光的时阵兵丁扰乱真恐惧就烦恼讲这个希律都找无嘛那个人走去将这个人拢拖去抬啦所以后来希律离开犹太到这个该撒利亚去住踮遐到尾这个希律安尼见笑转生气啦尤其是咧推罗西顿的人伫遐伊对迄个王的土地得到牛失讲起来有一寡不法的代志啦这圣经咧讲这个12章使徒行传12章的23节才讲希律就这个阿基帕一世伊无归应神所以主的使者随时发意伊就叫唐家气绝就死生死就是安尼尔毋值天一撇所以这个阿基帕王这个一世这大希律的这个孙伊杀害这个使徒雅各毋是主耶稣的兄弟啦这是迄个主耶稣的门徒虽然共名咱就知影所以骄傲的人神刑罚伊嘛爱死啦来就是阿基帕二世这是25章所讲的这是阿基帕一世的囝伊参与来审问保罗过来诉求保罗这个人的名伊伫差不多主后47至48年伫基比罗做封闭这圣经写这封闭就其实就是总督的意思啦伫遐做官过来就是18章讲的这个加流伊伫哥林多城做阿盖亚省的总督啦巡抚共款
过来讲菲利斯，伊是主后52年到58年做犹太的孙母。伊佫较苦伊为着私人的利益将保罗甲关伫这个该撒利亚的加罗2冬呢，这冤狱啦因为24章内底有讲27节有讲，伊都查无保罗有这个犯罪依据啦，佫无爱甲偷放，所以这2冬其实是冤狱啦这是菲利斯。过来一个就是保求菲斯都差不多是主后58年，这25章写的伊接这个菲利斯做犹大的孙母。伊审问这个保罗以这个保罗做公民的身份来提出要求将伊送到罗马去受审所以这是差不多伫这个使徒行传内底的一寡大官伙啦一寡人伫使徒行传咱会能清楚看到保罗总共有3摆这个布道旅行啦就3摆出外建设教会。第一摆差不多主后47年到49年伊对叙利亚安提阿来出发，到基比罗到庞菲利亚这个别家到比斯底的这个安提阿、以哥念、罗斯德特比。搁再倒转来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安尼这就13章、14章所记载这第一摆这个这个布道旅行第二遍、第二章差不多伫主后50年至52年其实拢是刷落去的啦伊同款对这个叙利亚出发这个安提阿叙利亚安提阿出发到特比、到罗斯德、到特罗阿、到菲律比。到这个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就上耶路撒冷去，搁再倒转来安提阿安尼第二摆，建设足侪教会所以第3遍同款刷落去伫主后53至57年伊就对叙利亚的安提阿同款伫遮出发经过加勒泰这个弗里加这个所在到以弗所到马其顿伊就决定上耶路撒冷，就伫遐避猎安尼3遍这个布道旅行保罗关家以后伫该撒利亚被关2冬叫送到罗马这个时阵差不多主后60年所以甲看起来主耶稣这个30岁开始传福音传3年33年，你若用60来减33，安尼因的工作嘛差不多20几年所以真难能可贵差不多伫罗马叫关2冬了后62年主后62年被偷放以后形成圣经就无搁再写好这个使徒行传内底一寡重要的教训就是第一这个要传福音以前宣道以前的一寡准备，因为主耶稣讲，恁爱出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甲因施洗咱知影，父毋是名，子毋是名，这种称呼圣灵嘛毋是名，这是耶稣的灵，是神的灵，所以主耶稣交代这个门徒讲，恁爱奉父子圣灵的名甲因施洗，其实使徒行传以后就足清楚知影奉耶稣的名，因为父的名是耶稣，子的名是耶稣，圣灵是耶稣的灵，是神的灵，其实是同一位所以这拢是主耶稣这个名来真做会当尊重的所以这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主耶稣咧讲恁爱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甲因施洗，其实这已经做过解说那使徒行传1章第8节主耶稣讲恁爱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全面性的。所以众使徒所领受的这任务咱甲看是何等的这个伟大啦主耶稣嘛体会门徒为着这个宣道的工作面对全面的这个艰难的这个环境，就安尼应许门徒叫因爱装备主耶稣嘛革命同在，所以对门徒所领受的恩典甲圣灵的帮助，伫今仔日所建设的这个属灵的真耶稣教会咱来宣扬福音的工作，其实甲使徒行传所记录的是同款的，因为咱拢是照安尼，所以咱应当着时时追求甲领受这个应许啦那第二项看到复活的主主耶稣伫被害以后是这样第12个以后3天复活升天
讲用足侪兵器啊，将家己活显互即个使徒看，这是1章第3节讲的吼。所以主耶稣伫传道以前啊，传道的时阵啊，捌过来辩吼来预告吼，预言讲伊爱受害，爱被钉十字架，爱死，后来爱复活吼。但是门徒无法度完全明白呢。所以伫主耶稣被害以后吼，使徒心内真着惊啦，彼得就招讲等于掠鱼，甚至世界安尼闪避美丽吼，踏敢出来宣扬主的福音，向领导了就像安尼个抬台咧吼，但是主复活以后，因领受圣灵以后，甲因显现，坚固因的信心，就无再惊啦吼。第三因明白这个真理吼，但是有这个约翰福音14章主耶稣预告讲吼，讲伊若去吼，就要将这个圣灵甲赏赐落来所以主复活以后40暝日甲因显现，嘛魔鬼来试探主耶稣咧讲这神国的代志吼，门徒因才真正明白神国福音，正确来教导人，因带因进入神的救恩内底啦，无搁再迷信，无搁再丢毒无决甚至伫各种环境拢坚持信仰，无受这个异端邪教的迷惑吼。重要就是领受圣灵啦，这1章第4节讲的吼，主吩咐讲，你毋通离开了撒冷，爱伫爸所应许的这个所在因为圣灵降临你的身躯恁就的确要得到能力啦。所以门徒就照主耶稣所吩咐的吼，当心也会行切祈祷，这是1章14节讲的吼。那你五旬节的时阵，圣灵对天顶降临伫因的身躯，因就重新得力啦。大家拢得到力量，开始拢唔惊各种的阻挡，勇敢积极来到地极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吼。今仔咱有圣灵同在，其实嘛同款不断祈求圣灵的充满，将主的这个救恩来甲传扬出去吼。佫再来一点就是讲，肯定主再来吼。主耶稣毋是干那死尔吼，主耶稣死还佫复活真做复活人的这个做初世的轨迹吼，就是讲伊是一个先决的一个代表性吼，甲表明这个意义。所以甲门徒3次40暝日众门徒伫目睭下吼来看到主耶稣升天啦。天使就来做见证使徒行传1章9节到11节讲讲恁看到主安怎样升天，伊要搁安怎样来这是门徒亲身所领受的愿望，绝对袂怀疑啦所以咱嘛同款，咱能肯定讲主将来要搁再临，积极服侍来成做信仰的动力，亲像圣经讲的咱有啥物通夸口呢？愿望甲胆量甲坚持呢其实圣灵帮助咱圣灵带领这就是伊要点的所在。过来健全组织，门徒一面这个恒心祈祷上面参详，最后因同心合意伫主的带领下面将这个欠的这个使徒就是犹大嘛伊吊死去所以保12个门徒甲保罗满就选出这个马提亚来这就是健全的这个组织啦有组织圣灵同工，毋才有法度分派工作，积极为主见证。所以有的人是毋信组织的，其实毋信组织足恐怖的，到尾就信家己啦。你无组织就免开会免开会就是讲我家己领受的伊讲就准算你大家都爱照安尼听这足恐怖的来要甲教会带一对。所以咱感谢主圣灵带领，咱伫教会内底有真理、有圣灵、有神领技术，有一个清楚的组织，那像启示录所讲的这个伫宝座边的4活物甲24个长老咱教会伫地方各教会有这个职务会就负责人中职教区有区负责区负责人会总会有总负责有这个科处室有新人院有这个信徒代表大会全国的所以咱应当照着这个组织来谦卑互相帮助的精神来健全这个组织发挥这个各种的恩赐你造就教会宣导的示范的甲训练的甲这个教会一寡建设其实互每一个信者拢会当得到造就甲帮助。使徒时代的教会生活因讲起来，咱读圣经咱就通知，因起初深深这个神学技术来吸引但是重要就是讲因甘心乐意服侍，圣灵来帮助就得到改变所以思想因的表现咱通知影讲，互咱会当积极来继续追求。过来充满活力的生活
使徒团第2章咧讲到，因天天这个同心合意吼，伫殿内底吼，圣殿内底伫厝内面来擘饼，存着诚实这个欢喜的心作为用饭吼。信徒大家伫主内会当爱慕谦卑领受主的教示，而且诚心来遵守，时时互相沟通，勉励造就恒心祈祷服侍神，安尼充满活力，将神所赏赐丰富的生命甲展现出来。这本来就是咱每一个信徒应当爱表达活泼的信仰生活，过来就充满爱心的生活众人拢在一个所在，患不共用。并且有人就变卖这个天产家业照个人所需要分予个人，这做爱心的呢奉献这不是干那讲只有这个词汇这个工课尔其实就是互相帮补。门徒因为体会神的大爱，其实因早就奉献了，毋才会献身才做专职的工人来传扬主的福音奉圣灵差派，奉总会差派，不管到倒位去，就是要大家互相关怀，互相照顾，无分这个富贵贫贱。主来一个精神安尼当吸引更较侪人进入神的恩典内底。所以咱嘛爱重视迄个属灵的迄种迄个过荣耀的迄个生活过迄个团体迄个生活会当无畏艰难凡事喜乐来靠主喜乐安尼都是受侮辱的时阵嘛感觉讲是配得为主的名来受辱，这是属灵的福气、属灵的喜乐甲经历咱嘛是肯定来追求过来就讲充满尊贵的生活。众人拢惊惊啥物？使徒惊做一新约基督嘛，所以无一人敢甲因搭肩。但是百姓却尊重因。其实迄个惊是无路用的咱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做伙来得到勉励伫信主的信仰生活内底有极大的这转变甲美好的见证大家同心合意来祈祷主的这个圣工大大发展充满见证有尊严其实咱嘛是同款足侪人未了解咱的信仰，但咱却会当因着主互咱所交代甲咱交代讲爱做世上的光，做世上的盐来表现出这个信仰的尊严互主耶稣得到荣耀。使徒时代教会发展的要素因安尼一摆洗礼就3000人佫有一摆洗礼5000人即讲教会发展这么紧，真正大大感谢。使徒时代教会会当安尼咱讲这中间会当成做咱今仔日福音的这个榜样，就是大家兴切祈祷啦，对祈祷开始激励这个心智伫这个使徒团中间，咱能看到门徒定定兴切祈祷的榜样新约基督都大大显明感动人的心信主的人都愈来愈侪所以今仔日祈祷顶面嘛，应当爱更加努力来复兴主的这个作为，不但圣灵充满，嘛当改变个人的软弱用神迹技术吸引更加侪人进入神的恩门啦过来有这个美好的生活见证，一个信主的人领受主的恩典，伫生活上会当活泼当活出喜乐当互众人喜爱众人看到咱同面做伙嘛会感觉讲拢得到帮助得到勉励所以马太福音内底咧讲恁的光爱照伫人的面头前，互因看到恁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予天灵的父。事实是安尼，所以咱应当立定心志求神加添力量，追求属灵的成长来发挥更加严的光荣来吸引较侪人来就近主的救恩。过来就是工人积极的传扬这工人真正是辛苦会当无畏艰难而且有足侪这个威胁啦、逼迫啦、这加劳啦因拢甘愿因讲听从神才是合理的啦，无听从神听从人是无合理的啦。所以将门徒讲，阮将所听见、所看见的袂使无讲啦，是嘛将神基督赐予因呢？所以因带人认捌真神亲像彼得、保罗，亲像这个工人同款积极建设教会一抓搁一抓一回搁一回安尼互众人得到帮助这是咱看会到的信徒的这个见证咱嘛看到讲主的工人做工就吸引更加侪人来信就加入这个福音的这个行列。虽然当时大家四处来逃避，但是却逃到倒位，走到倒位就去到倒位传福音倒位的人就查考或者就来相信这教会就去派人去协助去牧养甲留咧教会就安尼成立起来所以
全体教会甲所有信徒吼，应该负起这个福音的使命，大家当分工合作，互相支援咱相信主的工作一定安尼发展，信主的人会愈来愈加添教会治理信主的人一坐起来了，因为人的这个软弱就会产生一寡问题譬如讲有的人就感觉食饭食无够，本的物件物资无够丰盛，无够均平所以这个使徒安尼真紧用真理来对照处理。不但显出神所托付的这个权柄互教会得到造就，嘛除掉这个败坏教会架安尼教会当愈来愈发展所以解决集体生活产生这个攻击的问题连这个祭司这个犹太教的人拢会当来顺服真理这个专心来准备责备遐欺骗神的人这因为无知甲恶念互人失去真理的心，这个当时就拢有呢还有这个讨论割礼的事这个重要就是心灵的割礼啦无过再是迄外表迄个疑问啦迄个外表的仪式，所以今日教会内底咱嘛共款面对足侪问题的时阵，求主赐了智慧，互众人拢会当用真理来做中心，深信咱会当共同来顺服。所以读使徒行传会当看到教会发展的美好、喜乐甲能力。定定看，定定读，但愿咱因为心动来化作行动，互相鼓励互相追求，互今仔的真教会，互今仔咱要信所有人，拢会当领受这个福音使徒时代教会责任，福音传遍天下，听候主再临。感谢收听，咱做伙来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到你。因为你的带领，互当时的这个使徒来领受圣灵，听你的教示，就伫真理的圣灵内底得到造就，将福音甲传落来，我会当领受是大大的恩典。我原感觉不配，但是主你的恩典是会当赏赐丰满阮的内在，丰盛阮的生命。求主耶稣继续带领，伫这个主后2025年的这个时阵，咱共款来不断来恢复使徒时代迄种气力圣灵的引带，咱将福音大大讲传，互更较侪人会当真正相信着得救的教会等受圣灵伫真理顶面追求，无过再错误去守主日去做圣诞节阮安尼祈祷，求主耶稣你来垂听。愿荣耀上赞归主耶稣你的名，愿平安恩惠对你的保助丰丰富富，充充足足，赏赐阮大家。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奇事，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多造就会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当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